来看台南玉井的沙田里，即搭呢是有农民反映讲，这果子园常在出现沙滴，一寡芭乐也是讲经少呢，拢互家家长，上无有10个园区拢受害，而且即阵沙滴呢是规方规栋安尼落山落去找食，是真歹应付的。即马这农业局已经请人去甲看，嘛呼吁农民会当设电网来加强防护。 农地内底出现卡叶，斟酌甲看，这卡形头前有较尖，搁另外有圆角形。农民研判是山猪流落来的。但玉这山田里的果园最近传出有山猪走入去偷食甲迫害，有10个园区有这款状况，受害包括芭乐、金蕉等要采收的物件，园区内规个芭乐落甲规世界。农民讲，若山猪食袂到，得规站甲弄歹，地处现场乱草草，互农民真无奈。芭乐啊，若山猪，金蕉嘛有呢。 像迄金蕉种伫遐吼，伊就规个拢甲伊打落来，甲伊夹到喙吼，落落来安尼啊。伊个芭乐虽然包足济，毋过山猪嘛食足济，一个拢食300外斤，毋是安尼尔，还阁有咧，一群讲拢规家伙啊6、7只。这个状况恁遮要哪防范啊？我无法度啊，只要有网啊就围网啊，若有铁片就围铁片啊。经过农业局调查，当地山区果园2冬来，山猪有出现6届，北河南西南华顶所在嘛捌出现过。那今年年初，玉西传出有7只山猪结冤结党，敢有甲即届同款，也该调查。为了防止即款情形，林业甲自然保育署提供电规班补助，协助农民阻挡野猪入来。农业局嘛呼吁农民踊跃申请设置防护设施。 减少损失。反映农业局协助提出一些相关办理，另外也请我们在地的农民为了注意本身的安全。那个山猪哈，那我们猎人到现场的时候就不见了，那我们也做了一些诱捕笼哈，那如果民众有看到山猪的踪迹的话，可以来通报我。 工作指出，已经派人去受损的果园勘查，嘛通报市府，因推测可能是高山欠缺食米，野猪才会落山走找。提醒果农伫偏远的地区做事的，通爱注意自身的安全，希望透过政府甲农民的合作，强化防护甲通报机制，守护农民辛苦种植的成果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